你先睡吧，我去接待考察团。你不能去。我知道谢妍喜欢你，她比我会做生意，是个好女人。但是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，我不能再……哎，你干嘛去？下一步需要一个学术活动的假运营，还有一些明确的东西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你别老不正常营业。没事儿，我就在门口挂一个休息的牌子就好。天堂酒吧可是我们的据点，你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关门，会引人注意的。我就不是经商的料，我在这儿都快憋死了。少发点牢骚。你看看啊，你就不要把卫生拖到第二天早上再做，全是酒味。行了行了，你知道，你走吧走吧。你早点回来啊。喂，哎，老大，你昨天跟那个什么考察官怎么了？他好像掉了一个袋子。什么口袋啊？你等一下，我看一眼。哎呦我去，是糖，怎么了？都化了，这太恶心了，我要把它扔了。你先别扔，口袋是什么颜色的？哦，好，就是一个灰色的布袋子。我明白了，我先挂了。醒了，你起来了。走吧，可以去吉他那边了。嘿，他们总裁已经连续2天不露面了，是不是那天我们给的压力太大了？可惜呀，其实集团的运作效率很高，很有潜力。要在天海市发展电商，红鼎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倒觉得，红鼎集团被明显高估了。这样幼稚的构建也能算是电子商务系统吗？各位觉得呢？即便这里的电商系统还有各种问题，但仅仅是一个雏形就已经爆发出如此强的生命力，我倒觉得天海市可以是斯特林集团进军东亚地区的敲门砖。我从您的推特上看到，之前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，是不是你对天海市的电商化条件了解的还不够充分？但我在闲逛的过程中发现，天海市根本没有做好全面电商化的准备，各项基础设施都很匮乏。成熟的电子商务生态圈对基础设施的完善度有很强的可补性。红鼎集团的总裁我们都见过，是个务实的人。
虽然作为一个集团的老大或许不够强，但是作为一个合作伙伴还是十分理想的。一个集团的强弱并不是总裁一个人就能决定的。红鼎从商业地产行业起家，对电子商务系统，他们也只能算是半路出家。谢总，其实我们都已经发觉，您和红鼎集团云总的丈夫似乎是旧相识。没错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您在对待这件事上掺入了太多主观色彩？我并没有对红鼎集团总裁进行任何的抹黑，我所列举的证据也都是客观事实。请问，从哪一点能看出我主观色彩太多？既然这样，我建议投票表决。我是主考察官，考察报告必须由我来制作。鉴于您目前的态度，我也同意投票表决。如果同意与红鼎合作的占多数，我们将制作自己的考察报告。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，这个建议已经越权。谢经理，请您尊重其他考察员。那么投票吧。云总裁，我们今天的考察已经结束了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恳请大家再听我做一些补充说明，如果耽误了大家的休息时间，我深表歉意。你想补充什么？你也应该知道，红鼎集团的上任总裁是我的父亲。几个月前，父亲因为阿尔茨海默症，把总裁的位置交给了我。没错，你接任总裁仓促，管理集团缺乏章法，这是事实。是吗？您之前问过我，商业地产市场部人多开支却少，我没能给您一个解释，这一定让您觉得我对自己集团的构造缺乏了解。但是，您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。商业地产的生产模式以线下为主，市场调研手段比较传统，需要人力维持，这是常识。电子商务系统是运用长尾效应搭建的新概念平台，它的特点就在于所需人力少，相应的设备需求大，开支高，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而相反，您却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。您的问题让我怀疑，斯特林集团对天海市的经济构造缺乏了解，低估了红点集团的潜力。这对我们双方而言，乃至整个天海市，都是极大的损失。我希望各位能慎重的考虑。过去的几个月内，红鼎经历了多次的变故，我们集团的韧性远比你们考察中的更强。考察团他们散会了，看来他们会重新考虑。后面还有3天的时间，如果我们趁热打铁，按照柳峰的想法重新设计，应该还是有可能促成这次合作的。那个，你打电话谢过柳峰吗？我该怎么说啊？你看着说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和好了？嗯。他确实很努力，进步也很快。不过，要不是我手下留情，我明白，谢谢你啊。你又欠我一个人情，到底什么时候还啊？等你当上东亚地区总裁，我们还会见面。那如果我当不成呢？当不上，我去找你。可能我一个人，也可能跟他一起。他还敢让你来找我？现在是不敢，但我会跟他好好说说。得了吧，只希望事情能够顺利，要不然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。不是还有3天吗？我明天还可以陪你逛逛。如果你们真的想促成合作，从明天下午开始，分别安排人去找每一个考察员，给他们安排个别考察，别等他们主动。晚一些我会把这些人的资料送过去，个别考察必须要按照他们之前的履历、专业构成和个人好恶定制。但这样帮我们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要能够当上东亚地区总裁，你又欠我一个人情。知道了，我欠你很多。